返嚟新聞時間，港鐵觀塘線延線10月通車，到時由油麻地到黃埔只需5分鐘。港鐵觀塘線10月開始由油麻地站延伸到何文田同埋黃埔，其中何文田站已經差唔多完工，採用綠色同埋灰色嘅設計，風格同觀塘線其他車站相似。通車之後，由油麻地去到黃埔大約5分鐘，預料較路面交通慳返15至到20分鐘。到時觀塘線列車班次亦都會調整，由調景嶺站開出嘅部分列車以何文田站為尾站，繁忙時間維持2分鐘一班。想去黃埔嘅乘客就要轉車，以黃埔做尾站嘅列車每4分鐘一班。港鐵解釋係受到黃埔站單側式月台設計所限。當個列車去到總站落客，然後咧就再上客，然後呢個列車安全離開呢個車站之後，第二個列車咧先可以進入呢一個車站嘅。嗱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佢需要嘅時間咧係較為長嘅。今個月稍後時間咧，觀塘線嘅載客列車喺油麻地站停站之後咧，會嚟到何文田同埋黃埔咧嗰度做測試㗎。咁港鐵係叫乘客留意車廂嘅廣播，確保佢哋咧喺測試之前喺油麻地站嗰度離開車廂。運輸及房屋局早前提交立法會嘅文件顯示，延線通車之後，黃埔往來油麻地、旺角同埋太子車費預計係4個4至到5個2，往來深水埗就預計6個半。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參觀何文田站嘅時候話，淨係就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諮詢公眾，檢討之後如果有新決定，會提前到出年票價調整嘅時候生效。無線電視記者劉俊安報道。